我们跟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来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叫做慧命无穷。慧命就是指我们的神识，我们的佛性是无穷无尽的，它永远是不生不灭的。那么这个公案呢，讲得非常精彩。有个医生呢，草菅人命呢，阎罗王很生气，判他下18层地狱。他下去以后呢，就很懊恼啦，在那里拼命的喊叫啊。他说：“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不小心而已啊。”他很生气的在阎罗殿跺脚。突然间，底下有人就说了：“你不要再踩了，所有灰尘都掉到我身上了哦。”他吓了一跳，18层不是最底层了吗？下面为何还有人呢？于是这个医生就说：“我是做医生的呢，草菅人命就堕18层地狱。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啦？为什么堕到第19层了呢？”底下的人就说：“我告诉你啊，我是当老师的啊，医生断人生命堕18层，老师断人慧命，所以堕到19层。”各位，这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公案哦，但是提醒我们呢，在教育的过程，如果没有传授正确的知识给学生的话，这个罪业很重很重。人的一生生命是有限的，但慧命是无穷的。老师给予学生正确的观念，就是慧命，可能会影响学生世世代代的子孙呢。一个老师可以教上百上千的学生，所以老师这个行业若做得好，乃是功德无量；若做得不好，叫做功德无量，光亮的亮就无量了。因为堕到19层地狱，前途是一片暗淡啊！各位，做学生的人，如果你有具备良好的学习态度，真正好老师会全心全力的指导你，这在佛门称为法器啊，可以造就人才。如果你有条件接受圣贤大法，他不会舍弃你的。他要是没有尽到责任，就要堕19层地狱了。如果做学生的不具备有这个条件，老师就没有这个责任，他不会造这个罪业。所以啊，学生要找好老师，好老师也要找好学生，这个缘是可遇不可求啊。我们出家当法师，是以佛法来教育一切众生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谨记在心。佛给我们的责任是责无旁贷的，我们要引导众生走向光明的大道，所以我们要劝导大家，一定想好，做要做好，说要说好，而且要不气、不恨、不贪，这是我们出家人应该要宣导的道理啊！而且更重要的，要宣导教导大家，世间有3件事情不能等：孝顺不能等，行善不能等，念佛不能等。为什么念佛不能等？因为生命无常，瞬息万变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啊！我们如果不注意，可能明天就不在了。如果一口气还在，我们要教导他们赶紧念佛，只要称念佛号阿弥陀佛，无人不救，无人不渡，非常方便、容易、简单的这种修行方法，要好好的介绍给大众，这是我们应尽的本分，责无旁贷。我们应该要谨记在心，一个出家人必须要随时随地提醒大众，那么人人都能到西方净土，大家可以成就佛道，功德无量。我们今天将这样一个公案来给大家分享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